越文明嘅國家，每年失蹤人口就越驚人。單以美國為例啊，每年失蹤人口達到1000萬人，即係話平均每日就有3萬人失蹤。中國每日就有2萬人下落不明。香港雖然地方細，但係根據5大警區推斷，每一日都有20人失蹤，每一年就有超過7000到8000嘅失蹤人口。失蹤人口嘅數字相當之驚人，大部分係因為個人又或者家庭嘅問題選擇性自我失蹤，少部分嘅係遇上意外。不過最後亦都揾得返佢嘅遺骸。不過據非正式統計，全球嘅失蹤人口當中，大概有1% 嘅人係因為一啲離奇嘅事件而失蹤嘅，例如俾外星人捉走，又或者錯誤闖入時光隧道，去到另外一啲地方等等。對於神秘失蹤、音訊全無嘅人，你覺得佢係遇上意外，俾外星人擄走，定抑話誤闖時光隧道，去到另一個空間繼續生存？1994年8月30日下午，女製片梁嘉敏去城門水塘揾外景場地，之後人間蒸發。17年後，有人話梁嘉敏報夢俾佢，要佢幫手揾父母。有道家法科師傅話，可能梁嘉敏父母搬咗，加上冤魂不息，所以報夢尋人。但係有人質疑，就算梁嘉敏遇害有冤，都只會直接去揾自己嘅親人，根本就係有人無中生有。其實人間蒸發呢一個詞，本來係日文嚟嘅，做黑字。咁呢個字本來咧，佢只係講緊唔知點解唔見咗。咁呢個係一個現象。咁裏邊其實有各式各樣嘅一啲人嘅，即係有啲人佢只係令到自己喺個社會裏邊消失。其實佢未必去咗死嘅，佢可能去咗第二度咧，繼續佢自己新生活，重新做人。亦都有一啲人咧，佢真係咧可能幻想緊，有啲地方可以俾佢駁咗上天，落咗地，可以離開呢個世界。佢唔係想死嘅，可能佢行下行下，真係唔知行去邊。咁但係佢行咗去邊？佢係咪真係冇晒思想？然之後咧又唔知即係總之又唔係有屍骸喎咁樣，咁無從稽考。失蹤係好平常嘅一回事咧。譬如佢死咗之後，荒山野嶺，啲狗可能食咗佢啲骨或者跌咗落去啊，咁你未必揾得到。你又唔係有一個即係嗰啲好似做科學實驗，有聲音發出嚟嘅儀器，你可以收集。你唔知道佢喺邊噶嘛？呢個就係當做好被動啦，即係一個人喺某一笪地方失蹤，係當佢好被動啦。但係調翻轉，你積極啲嚟諗，喂，佢會唔會走佬啊？係咪啊？即係話而家香港你可以坐架大飛就去咗第二度地方喎，我覺得係咪喺香港史上，甚至有啲名人俾人綁架都失蹤啦咁，所以一件失蹤嘅嘢，就佢失蹤咗去邊，同埋咩原因咧，就唔係咁容易咧有個結論。2005年9月11日，休班探員丁利華喺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行山途中迷路，佢曾經用手提電話報警求助，可惜溝通咗7分鐘，都唔能夠確定佢身處嘅地方，最後仲失去聯絡。丁利華失蹤之後，家人曾經請過一位自稱有天眼通嘅道家弟子幫忙，不過仍然冇辦法揾到丁利華嘅蹤影。之後網絡開始流傳唔少猜測，有人認為佢誤闖入冥界，有人話佢走咗入時光隧道，有人話佢俾外星人擄走。
咁樣佢就去西貢行山。咁佢行山嘅時候咧，就打電話咧就上3條9個報警嚇，就話自己蕩失路。咁樣佢同呢個電台嗰個通話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嗌咗幾聲咧，跟住就失咗蹤嘅嚇。然之後咧就警方咧就發起咗一個好大規模嘅搜索行動啦，就去揾佢。咁樣咧就揾咗好幾日都揾唔到嚇。然之後咧就民間亦都發起咗一個搜索隊嚇，再繼續揾佢嚇。咁亦都揾咗幾年，亦都揾唔到佢嘅。所謂人間蒸發咧，就即係話佢突然間唔見咗啫，唔見咗而去到第二個空間，呢個係第二回事。所謂乜嘢空間係好，乜嘢空間係點定義，你要睇嚇。即係話由呢笪快樂嘅空間對嗰度憂愁嘅空間，咁你都可以叫做空間啦。咁呢個好難講啦嚇。就有邊種空間我哋去唔到嘅咧？咁只要佢嘅物質存在咧，我哋都去得到。失蹤事件往往因為原因不明而引起好多猜測，由山精妖怪、外星人、陰謀論、唔同空間等等層出不窮。你又有冇試過誤闖入另一個空間嘅經歷呢？喺香港裏邊有一個地方咧，係比較容易咧令到人哋咧迷失方向、行錯路，甚至乎係翻唔到出嚟嘅。咁嗰個地方咧就係大城石間。由於佢本身個地理位置嘅組合咧，而令到人哋容易咧有幻覺產生。咁喺我哋奇門遁甲裏邊嚟講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月加身龍逃走嘅一個格局。喺呢個格局裏邊咧，當配合到時間空間嘅話咧，呢個龍逃走係喐唔到嘅時候，就會令到大家係迷失方向，冇辦法係可以走出嗰個環境嘅。4年前大概係差唔多到冬天啦，我就中午去行嘅，一個人啦，一個人行。我平時都係咁行噶啦。所以唔使人陪啦，一個人去到好似平時咁行，通常嗰度都係好多人㗎。但係嗰日咧，我覺得點解咁怪嘅？周圍唔見有人喎，淨得我一個。我諗下咩日子啊？今日冇去行山嘅，咁我唔理啦，咁自己行下行下，因為我諗下點解？即係硬係同平時唔係好同咧，嗰啲感覺，嗰啲感覺好怪好怪。咁喺嗰條路度氹氹轉周圍行，行下，咁硬係好似喺度兜緊圈出唔翻去嘅。到時個心好驚好慌，真係唔知點算㗎。嗰個環境咧，你會覺得。點解好似特別好靜？你又聽唔到有好多其他嘅雜聲。平時唔係㗎嘛，你平時有風聲、有雀仔聲，嗰個感覺我好唔自在，我想走啊！但係揾極都揾唔翻我平時行走嗰段路。我諗下，都係唔好啦，我相反方向，走出去。走出咗去，出翻去啊！嗰啲咁好怪嗰啲感覺咧，唔見晒喎。我再睇下隻錶，咦？乜過咗成4個幾鐘咁耐㗎啦？我入咗去好似一陣咁多啫喎。位於北大西洋，面積約116萬平方公里嘅百慕達，被譽為係世界上最恐怖、最神秘嘅地方之一。喺1945年12月5號，美國海軍以5架復仇者轟炸機組成嘅14人嘅空中戰隊19號機隊，經過百慕達途中，全部神秘失蹤。1948年1月31號，一架載住29名乘客同機員嘅星虎4引擎飛機飛過百慕達上空，突然失蹤。喺2007年，美國有一艘載有140個人嘅海軍潛艇經過百慕達附近，突然之間神秘消失10小時。當潛艇重現，好多人問翻船員，
佢哋話係正常訓練當中，喺我哋生存空間之中，係咪有一啲會令我哋消失嘅時間黑洞？凡係報導咧，再加上傳聞咧，就好多添加落去嘅，唔係事實。如果真真正正事實咧，就好可能某一個段嘅期間，甚至連日子都未必相同嘅，就喺嗰度隻船咧就冇翻嚟，翻咗嚟或者向唔向佢報告咁嘅情形都多。百慕達嗰個地區咧，我諗或者係三不管地帶啊，或者係個地理環境使到波浪。即係風勢大啊，諸如此類。但係有人嘗試做過一個記錄咧，就係因為你船出海有記錄㗎，飛機又有記錄㗎，就覺得佢講嗰啲嘢咧就不是真的，但係冇人去作出澄清。科學家咧探討呢個宇宙嘅時候咧，曾經咧發現到咧所謂黑洞啊同埋白洞嘅，由一個時區咧可以去到第二個時區，有一個空間咧可以去到第二個空間。有一個星體咧，甚至可以去到第二個星體，而且個轉移嘅時間可以好快，甚至唔使1秒鐘咁樣。佛學咧係講一個人修行嘅時候，無論我哋人又好，天界又好，咩都好，只要我哋修行咧，最終可以達到咧所謂六神通。其中一種叫做係神足通嘅時候，即係話咧，你根本都唔使行嘅，甚至喺地球裏面嚟講，你諗去邊個星體，唔使1秒鐘就可以去到第二個星體㗎啦。呢種情況喺佛學嚟講叫做神足通。佢就同我講就話我係嚟自首嘅，我係一個非法入境者嚇。咁樣我姐姐咧，頭先你哋有2個差人咧就帶咗入嚟，但係咧我哋嘅印象係冇同時帶過女仔入嚟。除咗香港，台灣亦都會發生神秘失蹤事件。喺1972年嘅8月，3位台灣嘅大學生喺登山途中神秘失蹤，而當中一位大學生就叫邱高，台灣就聲稱呢件事叫做邱高神秘事件。當搜羅人員揾到遺物嘅時間，最奇嘅就係揾到3對插喺地指向天嘅筷子。所以就佢哋嘅失蹤，傳出咗好多詭異嘅傳聞，更加有人話佢哋係俾山鬼捉咗。神秘失蹤事件發生多年之後，有行山人士喺事發地點影相，相中有一個好奇怪嘅人。有人話嗰個就係邱高。究竟相中人係咪佢呢？失蹤嘅個案咁多，失蹤人士又到底去咗邊呢？由於事件詭異，所以傳出好多古怪嘅傳言。有人話佢哋俾外星人擄走，亦都有人話佢哋誤闖類似百慕達三角嘅空間而消失。直到1986年，一隊登山隊喺奇萊峰附近嘅南華山影到一個奇怪嘅小人照片之後，有人話呢個小人係魔神仔，即係望神，係掌管春天嘅神靈。喺台灣人心目中，亦都係山尾嘅化身。有人將兩件事聯想起嚟，話邱高3人應該係俾魔神仔捉咗去。嗱，喺大自然當中咧，由於大自然其實都係根據氣候啦、五行去行嘅，佢哋都會自己突然之間咧係做咗一啲迷陣嘅。譬如話大家常見嘅，譬如起霧啦、落雨啦，甚至乎係風，都會令到大家係失去咗方向嘅。就算你係有指南針喺手，你都會有機會失去方向嘅，因為大自然當中突然之間會有啲嘢令到你影響咗你個方向辨別能力。即係有啲自然界裏邊嘅即係而家個大自然個地球上邊咧，仲有一啲位置咧，其實可能係浮沙好，乜嘢都好咧，佢可能浮沙下邊有另外一個世界啊，即係個地球裏邊係咪又有另外一個即係空心説嗰個概念啦？裏邊有另外一個天地嘅喎咁樣，其實我哋好多都無從稽考。咁但係咧，人間蒸發裏邊的而且確亦都有一啲人咧，其實佢係去咗即係尋死嘅。不過用呢個詞嘅時候咧，我哋點解唔用自殺咧？因為自殺同人間蒸發個性質唔同，自殺就係自殺，人間蒸發就係消失。你唔好理佢喺邊。喺地球上有好多被形容為神秘恐怖嘅地方，
好似日本面積有3000公頃多嘅青木原樹海，有人話入咗樹海森林就好難揾返路出嚟，所以每年都有人專登走到樹海自殺，甚至有人話樹海之中有無數幽靈出沒，令到一個本來景色優美嘅聖地變成惡名昭彰嘅自殺森林。大家都會聽過日本嘅自殺森林啊。其實呢一個森林裏邊喺佈局上邊咧係有啲好奇特嘅佈局嘅。喺我哋奇門遁甲裏邊嚟講咧，將佢分開做9個格嘅時候，佢每一次當發生有事嘅時候，佢嘅佈局都係一啲空格嘅位置。譬如話會遇到係死門啦、天瑞星啦，甚至乎一啲係好差嘅，譬如話庚加庚嘅格局，會形成咗大家會喺嗰度想自殺嘅。咁當然佢本身個地形喺風水上面都產生咗好多其他嘅一啲磁場問題。佢每一次發生呢啲事嘅地方都唔係每一次都係同一個位置嘅，但係有一樣嘢好巧合嘅就係話，佢都係揀咗一啲比較潮濕啦，真係比較陰暗嘅地方，同埋佢哋啲樹與樹之間嘅中環交錯咧係特別多嘅。譬如好似樹海咁樣咧，因為你路邊你見到自己一個森林，但係一般人只係喺邊緣嘅。咁有啲人將嗰啲貓啊、嗰啲屍體掛晒喺嗰度啊，其實就期待貓咧，有啲人即係會覺得貓死咗會再生咁樣，咁啊等佢再生啦。咁有啲人咧，其實佢去一啲咁嘅地方咧，亦都可能係抱住重生再生嘅思想，但係入到去咧，去咗邊度，或者係點解啲警察又冇真係入到去裏邊再入啲去揾咧？其實佢哋未必揾得咁清楚。總之冇晒屍骸啊咁樣消失咗，咁有裏邊其實真係無從稽考㗎。咁多人間蒸發嘅事件，到底佢哋係俾外星人帶走誤闖冥界，定係俾勾魂使者帶走呢？我遇嗰個咧真係好離奇嘅，亦都係我親身發生嘅失蹤 case。咁樣就當其時咧，我就喺東九龍咧一間警署就駐守。當晚我係做報案室嘅。咁喺我哋差館對面馬路咧有一個好大嘅公園。咁樣就嗰陣時候咧，就其實咧就香港都好多 II 嘅，即係非法入境者啦。咁樣有2姊妹咧，佢就偷渡嚟咗香港。佢哋咧，但係咧偷渡嚟到香港之後咧，就發現咧就佢哋又冇錢喺身，又冇人去接濟佢哋。佢哋發現咧就好辛苦，佢哋咧決定咧就想翻大陸，咁啊諗住去差館自首嘅。咁啊佢哋去到公園門口嗰度咧，就坐咗喺公園啊。張長凳嗰度，2姊妹咧就話：我哋諗清楚啦，係咪真係自首？係，我哋就行入去差館啦。跟住咧，個妹妹咧就行開咗，就去洗手間。咁啊喺行翻嚟嘅時間咧，就見到有2個警察咧，就帶咗佢家姐走，就入咗差館。咁樣佢就跟住佢，因為佢心咧都諗住去自首嘅。咁佢咧就跟住咧就跟手跟埋入去差館，就到報案室。當其時係我接待佢嘅。佢就同我講就話我係嚟自首嘅，我係一個非法入境者嚇。咁樣我姐姐咧頭先你哋有2個差人咧就帶咗入嚟，但係咧我哋嘅印象係冇同時帶過女仔入嚟嚇。同埋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呢啲咁嘅情況咧喺程序上邊都唔啱嘅。如果真係喺公園上邊有2個警察見到非法入境者咧係個女性嚟咧，都會叫女警嚟嘅。但係喺程序上面都錯咗嘅，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啦。咁樣但係因為問題就係佢話我哋有2個同事帶咗佢入去咧，咁樣咧就成間警署咧就好轟動啦。就因為咧如果真係有件咁嘅事而又揾唔到人咧，係好大件事嘅嚇。跟住我哋睇翻所有出入口嘅 CCTV 咧，都係冇呢件事發生嘅嚇。咁樣到最後尾嚟講，我哋2個可能性啫。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可能就係呢位小姐就亂咁噏啊。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呢位小姐可能撞到一啲好靈異嘅事件啦啊。但係到最後咧，呢位小姐介翻去大陸嗰個途中咧咁樣我哋同我哋同事講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佢嘅家姐。喺一本古代嘅書籍《山海經》當中，
曾經記載咗好多山精妖怪、珍禽異獸、神秘國度同埋異度空間。好多學者都認為，因為以前嘅人佢哋交通唔方便，同埋佢哋冇我哋咁豐富嘅知識，所以憑住幻想寫出咗呢本神話傳說。又或者會唔會係古代嘅人同我哋現代人嘅比較，佢哋更加容易接觸大自然，同大自然更加溝通？所謂嘅山精妖怪、珍禽異獸、神秘國度、異度空間，其實係見過嘅。所以如實咁樣寫落嚟，話俾我哋知。喺清朝咧，有個高官咧叫做紀曉嵐，佢好中意寫日記嘅。每日發生咩事咧，上朝啊或者屋企裏邊啊朋友啊等等發生咩事咧，佢都記錄咗落嚟嘅。其中有一篇日記咧，佢係咁樣寫嘅。咁佢話有一日咧，佢係朝頭早見到個叔公，但係晏晝咧個叔公就唔見咗啦。但係幾個月之後，喺幾百里之外嘅親戚嚟到嚟探佢，就話佢叔公咧去咗嗰度。而當時嘅交通工具咧冇汽車嘅，幾百里咧其實係好遠嘅。就算你坐馬車，幾日你都未必去得到。但同一日嘅時間，竟然佢叔公可以係佢見到朝頭早嘅，晏晝去咗幾百里之外。咁呢個其實咧可以係喺佛學裏邊嚟講就話去咗唔同嘅空間。嗱，呢個所謂時光隧道咧，係科學裏邊一個概念啊！呢個概念咧，我就認為咧，作人咗一個整體咧，就冇可能咁嘅，因為你人拆散咗之後咧，叫你砌翻都幾難，砌翻咧可以砌到殮房嗰啲人但係唔生存啊嘛，唔可以啊嘛，所以咧以人生嘅角度去睇咧，就冇呢回事嘅，冇呢回事嘅。但係咧，你覺得係時光隧道咁，你攞本歷史書一揭就係時光隧道啦，因為你睇到晒以前嘅嘢，真定假係另一回事喎，係嘛？但係佢係講緊古時嘅嘢，而你日常所見嘅就同嗰個時間係脫節嘅，係唔同嘅，所以呢個係時續但係除咗咁之後，呢個角落去第二個角落，亦當然有空間咧。但係呢個都係大家所知嘅地球表面嘅一部分，係實質上係呢個空間，所謂地理嘅空間。